你娘的啦！一开始想投来木欠欠，鲜艳艳，投死木死啦！第年嘛该，你就万一讲讲要接到学术嘅天花的啦。你学投书的天花哦，个当好啊！啊，本人投书还好。係啊，年底呢下時代吼，就係消費者如何保護自家嘅時代。冇聽人講係，顧客永久係錯嘅，故說當好學術天花。同一條，見有偏也唔咩啊？一投書天花打落，睇睇都嚟罵人嘅呢，見本人罵當爽係冇？啊，乜人講本人罵當聽啊？你是講當好投書天花啊？哎呦，一句話都聽唔清楚。我意思講，我當好打學術天花。哈嘛噶，再慢睇啊！我老下眼了。你想唔到嗬，打學術天花好處當多。有乜嘅好處啊？比如講啦，你喺學術天花嗬，全部是乜嘅冷白冷冷啊，唔是膚淺的天花啊，唔是事前，你就坐在心情好嘅時間，打天花前面打咗一股，呢個心情唔好嘅時間，就在前面上面就出水，冷唔冷啊？結果煙呢？有下，我老唔講啦，你講佢有輸掉呀，打學術天花。還做得攞件烤油哦！大學術天花還做得烤油？係呀，你講較惡質地位啊，國法強地位啊，國法越強，烤油烤越多。乜個意思？你講下。咁就前博嘅啊，有間快遞公司啊，就幫佢好冷一百。爽快，唔是都個暗香假講都係用嘅啦。咁就前兩日啦，我不用生意啦，我就請快遞公司啊，那個送一份電路啊，都咬開去。我想幫啊朋友啊，來一杯 surprise 驚喜啦。結果咧？結果啊，啥那個幾點睇起嘅啦？嚇，幾用個啥啦？用個啥？那天嘛就見冷嘛，冷落個位去啊，最尾啊天熱真幾多哩。咁樣阿叔生意就過睇嚟，幾用個啥咯？哎呦，你都唔知哦。你啊，快遞公司哦，服務以後呢？經理啊，你係唔是要打電話嚟寄費事你呢？既然對方就愛有生意，事情過去就算嚟啦。冇咯，嗰番談得來。我乜緊人啊嚇！我喺同一頭呢，當我數頭，我那要按個就變過機啊！幾樣嘅呀？最多就攞件冷嚟聽聽啊！冇咯，我天花卡起來，我超樣啊！太驚啦！驚？做嘛？哎呦，好生意啦！我哋家公司哦，服務到好，我係當監督啦。唔過啊，拜託你哋莫見打天花嚟費事你啦。做嘛呢？做乜㗎？我就以為啊，朋友啊，除非見到個電路啊冇電到，上嚟高神體去啦。我是菜哦，我想佢一擺啊，又見到電唔到我個電路嘅啦。你條講，你死姑娘用下做電話講啦。你係死佬講啊，唔係死姑娘。你是假講嘅啊？係喲，我哋喺會度，我加深對方嘅脆弱感啦。係啊，係咪你談判嘅事情啊？你就要本錢拖下到賠償錢啊！為咗乜地位好處，連姑娘都犧牲掉啦。你冇人講咧，佢當年嘅下注啊，上次董事長經理。下次快遞公司嗰度職業咧，想去包遊覽車哈，兩個屋企那個嚴強之意咧，嚴是主動，唔使辜負，冇來。當然啦，來就撈虧嘅啊。係啊，唔過喺董事長嗬，見打天花來咧，佢講唐先生啊，你愛節外順變哦哈，是講嗬，我哋毛公司嗬，唔知要乜嘅房子嗬，嚟攞費事你就好啦。結果咧？結果啊，我是叫人水位，披老披穿的整齊哈，董事長親身下命令，講係咪同一條迄個寄快遞哈？一定打8折郵貸。乜計啊？呢度打8折，打到家破人亡。你說我講啊，接打學術天花哈，要當到好處咧。同一條，真件之水人呢？可能真件喺當惡節嘅拗人客啦。我講啊冇提醒，冇見過人咯。人妹唔係爭簽到乜嘅天星公司客戶專員嘅頭路嘿。唔好寫呢，冇俾讀到槍，也仲按不結要500人客。唔是誰？我特別要去訓練機啦。往次就係適當啊，磨米那個煮番薯湯啊。
来相信啦，佢绝对啊唔会拄到乜嘅，佢冇法度解决嘅学术天花啦。唔是都个地啦，那按样讲嘅话，冇按样啦，我就做个吼变下那恶一个傲人客，然后就刁难呀妹耶。不讲你哦，嘿，傲人客要去傲啦，吼，往次啦，我绝对要让当作恩客来安慰。真嘅，给你转身就来哦。来得。喂，隔壁太哥，你上香啊？啊，哎呀，称呼你啊。正经人系准做恩行呢。今南咩那个东西啊，说来说去就搞唔清楚啊哈，讲法又小腻腻的，都在学术天花呀，人你哪个是色情天花啊？我做白安泰就要生人了，嘿哦，唔讲个呀，人客永久会对的哦哈。我两位太子啊，你好讲笑啦！是讲吼，你有乜嘅位數？是要人哋老夫婦嘅模啊？吓？有，我有啲問題就請問吼，我有一種呀公司嘅SIM卡，唔拄好本我卡哪位實體嘅啦吼，拿出來還做得用冇？SIM卡本咩實體去？也囤到咩位都市地圖呢？咁樣啦。你說實吼，嗱個SIM卡吼，是插到咁嘅數據單位去，看有用冇，係冇用喎，你就實去銀門市部啊，我寫你卡啦。唔係啦，我老愛講吼，還做得用冇啊？迄個還做得用吼，我就老咩位磁體；迄個做唔得用，我就唔是打上一條咩位啊？也意思講個SIM卡含啲咩位都是都係冇啦。係啊，我也卡定多嘅吼，準備要破咩位都是呢。哎呀，你好，難講吼，唔先莫詞嘅咩位啦吼。我想你吼，實拿身份證啊，到銀門市部啊，去補拍一張新嘅卡啦。補拍？哎呀，號碼冇變啊，韓國啊，多時間新卡喺開通嘅時間，個 Q 卡哦就自動是好嘅啊。是好，唔過吼，也卡很多我咩位都是地圖呢，我咩位用個啥啦哈？兩位小姐以後啊，我哋去天星公司啦，哈，門號嘅問題吼，我哋會完全負責啦。計講咩位吼，佢我哋咩唔對用個啥？唔過一卡，係人公司嘅呀，哈？用用個啥？我講人應付嘛啦，哈，烏咗一條咩按錄音啊？我不講啦，人客永久就會錯嘅呀，我咩位用個啥啦哈？你好啊，兩位小姐啊，我想你最好哈，讓咩位帶到個處理咁樣去治療太陽啦。哈，hem處理老卡拿出來哦，係喲，唔過卡喺人公司咧管處理乜嘅事情啊哈？冇安樣啦，張秋嗬，四下姐老王講唔到那邊，我帶定人呢位去，唔推我老卡拿出來好冇？哎呦，兩位小姐啊，我諗解釋下啦，公司有規定嗬，跟學術人員做咩老人客相見啦。四下姐你嘛幫忙，佢門市我去過啦，佢哋會服務態度就冇安好啊。你好啦，小姐，我都唔好啦，我老公講啊，根本你傲人客啦，唔是對我按有禮貌按講理啦，按講到嘅我要講排泄啦，哈！唔是按結，要翻慢慢嚟講，最早嘅就去飲茶，再同我講啊，咩會按用格殺啦，哈！你趁手哦，你做嘛就做咩表哥咁愛啦？做唔得，因為卡很多個咩會都市地圖啊，哈！跟住就咩會帶到咁下來，我也唔敢同訴，廿班係要親身嚟同訴。喂！講乜嘅事情啊哈？總講啊，來聽人妹啦哈，閒話唔是講喺度，加接天花。喂，兩位小姐你好啦，冇啱啦，二兩日天花留下來本來，我嚴是到高級嘅主管吼，攞去講一下，嚴是到天本好嘛？上個屈照，冇按簡單，做唔得。我冇其他天花咧。你冇其他天花？就老公講卡到咩位都市地圖啊，給人打天花打到咩位都市地圖，我讓我接得到喏哈。冇啦，你好哈，跟人家問咧，呀天花樣打落來喏。我呀天花張做得打做唔得接啦。乜嘅？因為有按毛狗嘅天花咯。你當奇怪呢？講啊天花毛狗不毛狗啊？即毛狗咩都人公司攀呢啦？假講啊咩會用個晒咯哈？假講，跟住就咩會死氣後嘅啦？毛狗字咔嚓。改死咁掛天花，人冇就等你本人 fire 就 fire。冇上咪要乜嘢，冇上咪做大。喜劇嘅嗬，也就很多話卡飯匙賭咩位，你用個對你，人家就用個對冇刪，你也冇刪啊！請你講，
唔真紧吼，迄个奥人客底杯都会鱼翅啊，嘛个意思啊？极品啦，不要讲啦。不过一般的学术天发人吼，无出来搞怪啦。他唔都对咧，我同讲，唔怕到印尼日头下，你讲的观众朋友按好体头哦，接到嘅学术天发时节，人哋就经过开会啦、检讨吼，将我本家都负担呢。安徽哦。当然啦，因为日头下你讲迄个制作同认真的工作团队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讲贵安不会吼，我哋见打广告啦。沙哥，个学术天发内容吼，记得表态嘛，赶紧讲。你想个底啊？笑啊！佢就说给你听。别讲别讲。其实吼，投诉的对象提的呀吼，就是爱你讲字。你，该死了，不然妈的哈！莎，老学术的天发吼，你让我妈呢讲出来。哦，你等于我爱做的香港什么？太上头诶！记得就讲啦，爱做的客家什么的吼，唔单止到我们的到节目底部表现吼，客家什么的传统的美德啦，点到节目底部吼，三三八八、恰恰硬硬啦，根本就会破坏客家什么的吼团长的形象啦。你条歌，样讲多唔公平呢？你讲啊，迄表演大嘴句的啊，迄个唔哈小口条的，弄观众欢喜，你爱用个神啦，上当啊就当委屈。委屈，一些都唔会委屈啦。老人讲，记得爱用讲哦，寒酸都客气的咧。啊，时代下，当然有人嘅反应咧，讲嘢废话咧，那是歹势人讲哦。真嘅啦，讲乜嘅啊？系哦，其他莫讲啦，就讲人从头那冇都好啦。爱看到哈，就当肉准哦。我留床头那冇爱到万人啊。你想啊，你去听下去个个节目啊。嘿，罗伦泰西都适合看的呢，逐礼拜三不就9点哦，当当就定定去看呢，对吧？一人喺聊床头那冇有乜关系啊？哎呦，电影哦，是讲你头啲个得罪句啦，电影哦，拍到跟那个七夜怪谈的贞子犯上的吓死你咯！他们都乱讲乱地咧，唔是都给好望认得谁啦？天意同投诉的对象就会挨一要我讲乜啊？讲啊吼，后头老处女，谁唱的？哦，讲啊，后头老处女，头那无枪讲到露水，着衫绿绿不不，结实又好讲，看到当上本。来老无腔了，你那讲的吼，再去严实去改过。改嘛个改，硬蛮讲铁嘞。还有啊？讲吼，木做太马雷，可以来当恶。我木做当太雷哦，佢表示我当钱。讲杜龟龟咧，将人咧游神风。讲啊杜龟龟咧，我迄啊游咩水啊，又好冇啦。讲哦，木做泡跳胎。我木做泡跳胎吼，迄因为样诶，因为我跳路啊。